是那个老公，我肯定是离之前再打一顿那个奸夫才是。并没有做过这件事儿，那哪来的裸照啊？要是作为男人看到自己的老婆跟别的男人睡在一起的照片，100%生气，这不能才怪呢。怎么办呢？不能离婚呢。顾西城，有事啊？我想找你谈谈。怎么着？你说不说呀？你要不说的话，我就回去了啊。哎，你等一等，顾西城，我那天是去见了个男的，可是我跟他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关系。我去见他是因为他以前救过我。救过你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那是在我9岁的时候，有一天我爸爸说要带我出去玩，他让我在路口等他，没想到他把我给忘了。如果不是因为有他，那天会发生些什么事谁也不知道。其实那天是我们第2次见面，我就想借口对他说声谢谢。你能不能相信我？真的？他叫什么名字？傅博雅。我之前一直不敢告诉你，是因为怕你去找他麻烦。但是我跟他之间真的没什么，你能不能相信我？顾西城。傅博雅，南宫琉璃的前男友，两人在一起有段时间了。南宫琉璃为了成为你的妻子，选择跟他分手，所以这一切都是南宫琉璃策划的，目的就是为了得到你的芳心。跟你说，这个女人为了得到你，费了不少心机呀。真是个心机婊。要不要兄弟我替你找人收拾他一下，保你满意。喂，龙飞，等等，你等一下。我想了一下，咱们应该得饶人处且饶人。我先跟他谈谈吧。